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人類觀察課。喺呢個忙碌嘅城市裏頭，我哋時常會忽略身邊發生嘅種種故事，但有啲事件，佢哋唔單止震撼咗當時嘅社會，更反映咗人性嘅複雜同埋時代嘅無奈。今日我哋嚟探討一單發生喺上世紀70年代末嘅家庭糾紛慘劇。呢單事涉及咗一個普通教師、兩個女人同埋一屋子嘅孩子。表面上係日常生活嘅摩擦，但係背後牽涉到移民浪潮、公屋擠迫、重婚困境同埋心理壓力嘅爆發。呢單事發生喺柴灣一個公屋單位。主角係一位叫文忠嘅中年男子，佢原本係小學老師，教書育人，生活看似平穩，但命運嘅轉折令佢一步步陷入深淵。文忠喺內地出生，早年同第一個妻子曾婉雲結婚，兩人年齡差距唔大，但性格不合，經常因為小事爭執。當時中國大陸局勢動盪，好多人嚮往香港嘅穩定同機會，文忠就係其中之一。佢獨自南下，斷絕咗同曾婉雲嘅聯繫，重新開始新生活。喺香港，佢娶咗第二個妻子陳瑤珍，兩人生咗幾個孩子，組成咗一個典型嘅移民家庭。70年代嘅香港正值移民高峰期，內地戰亂同經濟困難令大批人湧入，人口由50年代嘅200萬激增到500萬以上。好多新來港人士擠住喺簡陋嘅寮屋或者舊樓，政府為咗解決住屋問題，推出洗智計劃同公屋計劃，興建咗大批單位。但空間狹窄，一家幾口擠喺幾百尺嘅地方，共用廁所同廚房，生活壓力巨大。文忠一家就住喺柴灣興華邨豐興樓，一個典型嘅公屋單位，面積細小，但對當時嘅移民嚟講已係天堂。公屋生活雖然解決咗基本住屋，但係帶嚟咗新嘅挑戰，鄰里之間摩擦頻繁，噪音、衛生問題層出不窮，更何況文忠家裏頭仲多咗一個意外嘅成員。曾婉雲喺60年代中期歷盡艱辛嚟到香港，佢一心想揾翻老公，經過一番努力，竟然喺茫茫人海中揾到文忠。文忠起初幫佢安排住處，又介紹工作，但曾婉雲性格強悍，工作唔穩定，同鄰居關係差，最後求文忠收留，於是搬入咗豐興樓單位，一屋兩妻加埋細路，呢個組合喺當時並唔罕見，因為重婚喺移民家庭中常見，內地婚姻喺香港唔一定被承認。好多人以為斷絕聯絡就等於結束，但現實往往唔係咁簡單。呢個家庭嘅矛盾從此爆發，曾婉雲同陳瑤珍經常因為家務、孩子、教育同資源分配爭吵，文忠夾喺中間，壓力爆棚。心理學家分析，呢類一夫多妻嘅家庭結構容易引起自妒同怨恨，尤其喺空間狹窄嘅公屋環境下，私隱欠奉，每日面對面摩擦無可避免。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，工廠林立，好多移民靠打工為生，但工時長、工資低、精神壓力大，加上醫療落後，當時梅毒等疾病流行，文忠據稱感染咗呢一類病，影響咗神經系統，頭痛頻繁，情緒不穩。案發前幾個月，家庭衝突加劇，有鄰居目睹曾婉雲被趕出門，物品拋落街，之後又調解返嚟。呢一單事唔單止係個人悲劇，更係時代縮影。當時香港公屋計劃雖然安置咗大批移民，但係配套不足，社工服務有限，家庭問題往往被忽略，直到爆發慘劇先引起注意。終於喺1977年1月某個平凡日子，矛盾到咗頂點。文忠同曾婉雲因為瑣事大吵，過程中有人拎刀，混亂中曾婉雲頭部受重創，傷口多達幾十處，慘死單位內。
民眾之後將屍體處理成多塊，用袋裝起，棄置喺附近山邊同海邊，試圖掩蓋罪行。但係天網恢恢，幾日之後，清潔工發現殘肢，警方介入，用警犬追蹤氣味，直揾到豐興樓單位。敲門嗰陣，細路開門，文忠同陳堯真喺床上用被蓋住自己，單位內充滿藥油味，疑似掩蓋血腥。警方搜查發現證據，文忠承認行為，但辯稱係一時失控，受疾病影響。審訊過程曲折，法庭唔接受佢嘅梅毒辯護，認為行為殘酷，有預謀跡象，最終判佢終身監禁。陳堯真雖然同住，但係證據不足，冇被起訴。不過公眾懷疑佢知情。呢一單事震撼咗香港社會，報紙頭版報道，引發對移民家庭問題嘅討論。類似案件喺香港唔少見，例如80年代嘅八仙飯店滅門案，一個家庭因為內部糾紛，全家被殺，兇手用殘忍手法毀屍，反映咗當時社會壓力下人性扭曲嘅一面。或者90年代嘅 Hello Kitty 藏屍案，3個年輕人虐殺一名女子，將頭顱塞入公仔內。呢一單事同樣涉及禁錮同肢解，背後係毒品同暴力文化影響。心理分析顯示，呢一類兇手往往有童年創傷或者長期壓力積累，移民背景令佢哋喺新環境適應困難，缺乏支援網絡，容易爆發極端行為。公屋生活加劇咗呢啲問題。70年代公屋單位平均面積細小，一家幾口擠住，私隱零，長期摩擦如火藥桶。移民潮帶嚟嘅文化衝突亦係因素。重婚問題喺當時常見，因為內地婚姻登記唔完善，好多人來港後再婚，但舊配偶追來，造成三角困境。政府當時推出10年建屋計劃，試圖解決住屋短缺。但心理健康服務落後，家庭輔導少，導致類似慘劇頻發。另一單類似嘅係張其中殺妻案，呢位大學教授因為夫妻爭執，用電線勒死妻子，之後藏屍辦公室，審訊時辯稱誤殺，但係法庭判謀殺，終身監禁。呢一單事反映咗，即使係高學歷人士，壓力下都可能失控。心理專家指，長期抑鬱同溝通障礙係常見誘因。舊事重提，70年代另一單係秀茂坪燒屍案，兇手殺人後燒屍毀跡，類似文中嘅棄屍手法。呢啲案件都顯示咗兇手事後冷靜處理屍體，唔係純粹衝動。社會反思，呢一類慘劇唔單止係個人責任，更係系統問題。移民支援不足，公屋環境惡劣，醫療落後，都係推手。今日香港雖然進步咗，但類似問題依然存在。最近嘅模特兒兇殺案，受害者被肢解棄屍，震撼全城，提醒我哋人性黑暗面從未消失。作為人類觀察課，我哋唔止講故事，更希望透過呢一啲事件，呼籲社會關注家庭壓力，提供更多輔導同支援，避免悲劇重演。呢一單柴灣慘劇，文忠由老師變囚犯，曾婉雲由尋夫變受害者，陳堯真同孩子承受餘波，呢一切都係時代嘅悲歌。70年代香港正值經濟轉型，工廠林立，移民靠血汗賺錢，但係精神健康被忽視，公屋成為壓力窩。類似嘅藍潔瑛案雖然唔係兇殺，但係反映咗移民女性喺香港嘅掙扎，同樣令人唏噓。心理學角度，兇手往往有邊緣人格障礙，長期壓抑導致爆發。社會應該加強預防教育，從學校開始教導情緒管理。舊報道顯示，文忠教書時嚴格，有學生回憶被體罰，呢或許係佢性格嘅一角。審判後，文忠上訴失敗，終生喺獄中反省。呢單事結束咗，但留低嘅教訓永遠存在。感謝大家收睇人類觀察課，
下次再見。